AlphaFold 一出嚟嘅時候咧，大家就好大反應啦。佢嗰個做法咧，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嚟嘅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，即係譬如我哋個 ATCG 嗰啲打麻雀咁樣排啲咩先食糊咁樣，其實無論係喺細菌入邊、喺動物啊、植物啊，甚至人類入邊啊，究竟砌成乜嘢版本嘅 ATCG 先砌成乜嘢氨基酸咧？基本上咧，其實係所有人都一樣嘅。所有嘢都一樣嘅，甚至講遠少少就係話，因為我哋相信而家地球上面嘅所有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祖先嘅，只不過係我哋演化成為唔同嘅版本嚟造成唔同嘅生物咁解啫。於是佢就用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，就係佢攞翻嚟嘅一啲樣本係咩咧？就係所有我哋已知嘅結構，用演化嘅角度去睇呢件事。呢一個係一個好聰明嘅概念，同埋因為可以用到即係我嘅理解啦，就用到人工智能去知道佢入邊嗰個定律，咁所以佢咁樣然之後砌出嚟嘅嘢咧，係令到我哋慳翻好多功夫。